Hello，大家好，我係 Cargo。咁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台灣嘅新聞啦？咁就有關於一個被保姆虐待致死嘅兒童去害。咁其實咧，我哋作為喺台灣嘅外國人啦，咁如果我哋見到呢一啲事情，咁我哋想去協助嘅時候，咁除咗我哋可以同本地人一齊出去發聲之外咧，咁其實我哋咧只要有居留證。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去做輔議嘅動作嘅。咁乜嘢係輔議呢？咁輔議啦，簡單啲嚟講就即係我同意或者我支持呢個提案嘅意思啦。咁喺台灣咧，其實有一個叫做公共政策網絡平台嘅地方啦，咁就可以去透過輔議呢一個動作啦，去到令到政府機關咧去對於某一件案件去做出一啲嘅建議或者去回應。或者甚至乎係可以通過輔議去表達我哋人民對於呢一個建議同埋嘅支持，促進政府重視同埋要馬上去處理某一些嘅議題，又或者去改善一啲嘅法例。咁如果我哋身為喺台灣嘅外國人，咁我哋要點樣做咧？咁我哋可以其實好簡單，我哋首先要去到我頭先所講嘅公共政策平台。咁去到呢一度之後咧，咁我哋首先要登入啦，註冊一個我哋嘅帳號啦。咁你可以選擇你平時用開嘅社交帳號啦，又或者直接去到註冊嘅部分啦。之後就輸入你嘅個人資料啦，因為我哋係攞居留證嘅，咁所以記得我哋呢邊咧就要記得撳居留證嘅部分。然後所有都打晒之後啦，咁其實佢有需要一個驗證嘅方式，咁就係電郵、電話都需要認證嘅。咁大家就認證完之後按確定，係咁你就成功註冊㗎啦。係咁，因為近期啦，咁就係呢一位虐待致死嘅小朋友啦，咁就有人喺呢個網站上面動議咗一個有關於虐童致殘者加重罪刑至無期徒刑嘅動議。咁呢個動議啦，咁就係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到底發生咩事啦，然後再決定要唔要去到做輔議嘅動作嘅。咁如果你需要輔議嘅話咧，咁其實好簡單，你登入完註冊好，咁你就撳我要輔議呢個動作啦，然後你就往下拉，咁其實咧佢就會有一個需要你去填寫留言嘅部分啦，咁就係解釋一下，點解你會支持呢一個提議嘅想法啦，其實500字以內就 OK 噶啦，跟住之後就打驗證碼啦，然後就撳確認輔議，係咁你就成功輔議咗，即係支持咗呢一個嘅法案㗎啦。咁因為呢一件事啦，咁都其實喺台灣算係現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件事啦。因為其實呢啲嘅保姆啦，如果佢咁樣虐待兒童致死啦，而佢有可能其實佢做一啲咁暴力嘅事件，但係佢竟然可以即係可能坐幾年監又或者罰錢，咁佢就可以出翻嚟。咁除咗你可以通過聯署咁樣去到做呢件事之外，你都可以身體力行啦，咁樣去為到可可呢一件事去盡你嘅一分力啦。咁近期其實喺台北嗰邊已經有發起好多唔同嘅聲援啊。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去為海海去發聲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再多一啲關注兒童保護嘅議題啦，因為其實真係小朋友係一個手無縛雞之力嘅小朋友，佢哋即係唔識得點樣去，未係好識得點樣去保護自己啦。咁所以身邊嘅人其實大人啦，即係身邊嘅大人其實都好重要啦。係因為其實大家都唔想自己嘅小朋友，發生啲咁嘅事。
咁今次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關注海海呢一件事件啦，因為其實呢件事件都仲未結束㗎。咁我亦都好希望真係台灣嘅保護小朋友嘅機制可以真係得到改善啦，去到即係防止有下一個小朋友再發生呢一啲嘅悲劇。咁次就去到呢一度啦，拜拜。